这字读跋，意思是跌倒，确实是这个意思。字形是曲曲状的坎，骹被搬一下，一撇就是搬着会跋倒。跋活跋，我是读中声的跋。拄无会使用跋倒来跋筊无？有淡薄仔歪意歪意哦。竹香蕉，若写这字竹香蕉呢？家己的两只骹相交，这字就读关，骹无小心关着的关。这字阁有一个读音夹，若是两人的骹互相相搬，就读夹。例句：摔跤。中文的摔跤，闽南语讲摔跤。这字阁有一个读音搅，跋筊的筊。有人讲跋衣是韩信发明的，韩信带兵相战，是御家语较适当，也是搅肚较适当呢？搅肚就是摔跤，两个人头拄头，像牛角相拄。两人也各自伸出骹，想要绊倒对方。摔跤就是为摔跤来的。伫韩信的军中，以摔跤来议输赢，就是跋筊，是光明正大的跋啦，无人秘伫计较摔跤啦。你家己选啊，伫韩信的军中，倒一项活动较适合呢？这集学写的字，跋倒的跋，中声跋。这字的意思绝对毋是人的骹，是骹关着的关，是摔跤的跤，是跋筊的筊。适合韩信阿兵哥的活动是跋这种筊。